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咧講一講啊，我呢個指標啦，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咁我有兩個指標，一個叫做 AI Master，一個叫做 Power Zone。咁啊，好歡迎大家咧嚟到收睇啊！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話，其實咧可以去翻我呢個網站啦，www.aimaster業.com 咧，裡面有個指標攻略咧，都可以睇得到㗎。好啦，咁相信咧買股票嘅朋友咧，成日都會遇到幾個問題嘅。而我咧個 AI 點樣可以幫你咧？可以將下面嘅嘢咧做一分析嘅。咁第一個就係升嘅時候，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咧？係咪唔識幾時買入咧？贏嘅時候咧又唔識走喎，輸嘅時候咧更加咧就唔想走啦。然之後咧就會落到去究竟邊隻股票咧先至買得嘅？另外咧，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買到啲靚股咧，又唔知點樣止賺咧、止蝕咧，去點樣 set 喎？咁我嘅 AI 咧又幫你逐一解決呢個問題啊！咁我呢個超級指標咧，想同大家講下個理論係咩咧？源自於三個嘅理論嘅，第一個就係道氏理論啦，第二個波浪理論，第三個咧就係雙形嘅理論。裡面咧都係講到趨勢啦、突破啦同埋力量咧係點樣處理嘅。道氏理論咧，裡面就講緊啦，上升嘅趨勢被下降嘅時候咧跌破咗，下降嘅趨勢嘅時候咧被向上突破咗啦。第二就係上升嘅過程唔再創新高，下跌嘅過程唔再創新低啦。第三個條件就係下降嘅趨勢裡面咧，價格向上突破之前嘅反彈高點。或者咁講啦，上升嘅趨勢嘅時候咧，價格向下跌破咗之前短期嘅回檔低點其實講緊啲咩咧？俾大家簡單啲去睇下啦。向上突破簡單啲就係你之前咧有個阻力位，然之後向上突破咗啦，咁呢個咧就係向上突破啦。而向下突破咧，即係之前咧有個支持位喺呢個位置啦，今次咧就向下跌破咗啦。咁呢個咧就係道氏理論啦，其中所 set up 嘅條件係咁樣。好啦，然之後到波浪理論啦，其實有幾多個波浪係唔緊要嘅，我哋要睇嘅咧一模一樣咧，佢所謂嘅5個上漲或者3個下跌或者3個上漲5個下跌係點樣組成嘅咧？俾幅圖大家睇下知啦。其實咧佢都好似頭先咁樣講，係一浪高於一浪咧，所以形成咗有1波、2波、3波、4波同埋5波啦。而調翻轉頭咧跌落嚟咧，佢就當係 A 波、B 波、3波，其實咧都係跌穿咗支持位。理論上咧，其實同頭先嘅道氏理論咧差不多嘅啫。第三個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嘅雙形理論啦。雙形理論咧，你會見到啦，都係講緊一個係壓力啦，其實即係阻力位啦，向上突破咗，同埋支撐位跌破咗啦。清晰啲去睇啦，向上突破咁咪即係話衝穿咗一個盒，咁咪向上突破咯。而跌穿咗就係咁樣啦，跌穿咗。理論上就係咁樣嘅，不過咧，我哋成日買股票嘅時候咧，出現咗一個問題啊嘛。喂，阿 Sir 頭先你講到可以咁樣跌破之後又上翻嚟嘅噃，或者咧，如果佢跌破咗之後上翻嚟，我哋買咗，但係唔識 set 呢個止蝕同埋止賺，咁咪賴晒嘢咯。我哋咧就係成日面對住呢個問題，究竟咧我哋點樣可以做咧，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投資改變啊嘛。咁咧。其實喺裡面咧有講到我哋資金咧係進去有道咧，先係做到止賺同埋止蝕嘅。而個理論就係話，究竟咧幾多嘅時候，究竟輸1格我哋就要止蝕啦，抑或係賺夠8格嘅時候，我哋需要止賺咧？其實我哋唔係估算出嚟嘅。根據巴菲特咁講啦，其實我哋有條公式叫做海利公式啊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，可以抄低佢啦，叫 Kelly Formula。其實係由咁樣定義出嚟嘅。譬如你有1/2機會會贏啦，你嘅賠率咪就係1:2咯。咁計算方法就如下啦。咁我就唔同大家講啦，我只會咧將呢啲 formula 咧 set 翻入去個電腦度。譬如佢個勝率係達到幾多個 percent 嘅，咁我哋咪會 set 翻咯。上升空間有50%，下跌嘅空間咧就30%，係根據咁嘅情況咧而去定我哋嘅止賺止蝕出嚟嘅。如果係一個高勝率低賠率嘅玩法咧，就係咁樣啦，1:2咧嘅比例。但係講緊咧咁樣去計算咧，人去操作咧就非常之慢。於是乎咧，我就將佢咧寫入電腦度啦。好啦，
嗱，成個過程咧，你會見到咧，我就係做咗 AI Master 啦，同埋 PowerZone 啦，去幫大家去處理嘅。咁我輪到第二 part 嘅部分咧，我講解下點樣去操作。我有兩大神器啦，一個叫做 PowerZone，一個叫做 AI Master 啦。其實咧，我就將頭先嘅阻力支持位咧，就用到牛頓第二定律啦，好似牛頓第二定律咁樣 F 等於 ma 啦，咁樣寫出嚟。情況就好似咁樣，呢度有個阻力位喺度啦，跌穿咗究竟要幾大力先至跌穿咧？就好似下面條 formula 咁樣啦。如果你識寫嘅話，你寫入電腦度，咁佢咪可以幫你計算出嚟咯。好啦。嗱，如果你要計算嘅話，你可以參考翻呢幅圖啊，我都係網上面吸落嚟啊，佢哋都係講緊 F 等於 ma 咧係點樣計算出嚟嘅。咁啊，如果你係計算得到嘅話，其實你自己寫都冇問題。不過咧，我用咗 PowerZone 咧，就做咗啲簡單啲嘅信號咧，話俾大家聽點樣幾時為之向下啦，幾時係調整啦，幾時向上啦。嗱，紅燈就係向下，黃燈就係調整，綠燈咧就係向上咁解啦。你會見到個指標係咁樣反映到出嚟，綠燈咧即係話成個區域咧會綠色嘅，而紅燈咧就會成個區域咧係紅色啦。咁啊，你就會知道啊，紅燈嘅時候咧就要買向下啦，只能夠買向下，就唔可以調翻轉頭嚟買啦。而黃格仔咧，你會見得到咧，除咗黃格仔之外咧，有一條白色線嘅，出現白色線嘅時候咧，即係話俾大家聽喺過去嘅支持阻力位咧已經突破咗啦。係咁樣解釋嘅。嗱，詳細嘅情況咧，其實我有一張圖咧係寫咗出嚟啦，大家亦都係如果攞咗個指標翻去嘅時候，可以參照翻啦，我依幅圖咧去睇翻啦，究竟咩燈號代表啲乜嘢啦？有貨嘅情況底下係點樣？冇貨嘅情況底下係點樣咧？我哋都寫咗出嚟，咁啊可以睇翻呢個交通燈號咧，你就會知道點樣操作噶啦。嗱，而喺 PowerZone 裏面咧，我哋最突出嘅地方咧，就係黃色咧係代表住咧之前嘅趨勢減弱啦，我哋係唔作買賣嘅，而我哋真係會作買賣咧就係紅色嘅地方，因為當時咧就係趨勢向下啦，力量增強啦，咁我哋嘅操作就係只可以買跌嘅啫，而綠色咧代表住趨勢向上，力量增強，操作咧只能夠係買升嘅。好啦，嗱，而我哋咧成日講到勝率高同埋低咧，我用一條白色線咧去代表住，因為白色線咧係代表住咧佢已經出現突破啦。如果喺綠色區域裡面咧出現一條白色線，即係話代表向上已經突破咗之前嘅阻力位啦，咁代表住咧預示住係會繼續向上升，勝率係較高嘅。嗱，如果紅色冇出現白色線咧，你都可以買入嘅，但係你嘅勝率咧就會較低啦。咁啊，你可以分別出咧個關鍵其實就喺條白色線度，有白色線咁個勝率咪高啲咯，冇白色線你去買入嘅時候，勝率自然就係低咗啦。好啦，講完我哋 PowerZone 要知嘅嘢之後咧，就係我哋要講到啦 AI Master 啦。AI Master 呢個指標咧係預示住可以幫我哋判斷出方向啦，幾時入場啦，同埋幾時食糊嘅。好啦，我哋第一要了解到咧 AI Master 有個方向標就係 up 同埋 down 啦，你會見到有啲 up 同埋 down 係代表住咧向上同埋向下，但係咧單一嘅條件咧我哋冇辦法辨別到咧，我哋要買入住嘅，我哋只能夠咧再要等埋其他條件咧符合咗啦，我哋先能夠買嘅。咁而第二個條件咧就係有冇一條月台線出嚟啦。月台線咧係代表住由短期嘅預測變做一個中期嘅趨勢啊，咁即係代表住如果係出現綠色嘅話，咁你有個 up 字喺前面噶嘛，然之後有個月台線，即係代表住中期咧就會繼續向上，但係呢個時刻都係未買得住嘅。黃色咧即係代表向下啦，出現咗單，跟住咧變中期啦。好啦，而我哋買唔買入咧就要靠第三個條件啦，就係夠唔夠能量。我叫呢條咧叫做動能線啦，亦都係市場上面啲人叫做能量巴啦。如果係黃色，代表住咧能量咧係非常之充足，即係話慢慢仲增加緊㗎。好啦，而紅色咧就代表住咧動能已經係衰竭，即係話越嚟會越慢啊。咁如果能量充足係咪代表住升咧？其實係代表住之前而家嘅趨勢，如果喺 up 啦，同埋有月台線出現，即係話佢一個升勢咧係加強緊嘅動力。好啦，如果佢係一個跌勢嘅話，出現黃色嘅話，即係代表咗下跌嘅趨勢咧加強咗動力。但係一轉到去紅色嘅話，代表住之前嘅方向同埋趨勢咧已經開始減弱啦，你就要食糊啦，或者已經咧要唔做買賣，係咁嘅意思嘅。
好啦，能量巴嘅變化係代表住啲乜嘢咧？第一就係當佢突破咗黃格嘅時候出現咗白線啦。如果你見到呢一條黃色線突然間飆高咗上去，意味住咧能量巴係增強緊啊！意識咧即係話俾你聽，持續嘅個趨勢咧係會繼續向下。咁你見到啦，呢一點咧就出現咗，咦佢突然間黃色呢條線咧向上衝咗喎。所以咧，我依幅圖咧就話俾大家聽，喂，當佢如果喺頭先呢個位置去買入嘅時候，由於下跌嘅趨勢持續，所以咧佢咪會繼續跌落去咯。所以喺呢個能量巴出現嘅時候，我哋要睇埋佢嘅變化，就係究竟佢係咪長咗好多啦，抑或佢開始咧已經係平穩咗，平穩住咧，即係好似呢啲咁啦。喂，完全開始唔喐啦，完全開始唔喐嘅時候咧，就唔需要買住，甚至乎咧，我哋要預先咧就已經沽出咗佢啦。嗱，再睇埋落去咧，能量巴開始 fat 啊，即係頭先我咁講嘅，能量巴開始咧唔再增高好多。雖然佢未變做紅色，但係咧你都預示咗咧能量巴增長咧已經轉慢啦，意味住咧個趨勢會開始減弱啦。開始減弱咧，你就要食糊喎。如果你唔食糊，咪會持續地向上升咧，你就會錯過咗止賺或者止蝕嘅機會啦。好啦，根據咧我哋頭先睇咗能量巴嘅變化啦，你就可以判斷到究竟咧我幾時咧要做止賺同埋止蝕。當然啦，買入嘅時候最好咧就係要等到嗰個能量巴不停咁樣向上升啊，同埋增長幅度咧話俾你聽長咗好多嘅時候，你去買入去咧，咁嗰陣時嘅勝率咧係會比較高嘅。好啦，成個嘅指標啦，包括 AI Master 同埋 PowerZone 咧，已經講咗俾大家聽，大家可以重新翻睇翻啦。我呢一條片嘅簡介，如果你哋中意我呢兩個指標嘅話，可以繼續報名啦，或者係續期咧都可以嘅。咁今日咧嘅介紹講到呢度，係咁先，拜拜。